就是捏饼啊。哎，彤彤姐姐，你刚刚说那个捏饼是月饼的意思吗？哇，点点怎么变这么聪明啊？没错，捏饼就是月饼的意思，也可以念作捏法饼哦。因为彤彤姐姐手上拿的就是月饼啊，点点当然会猜中啊。哦，难怪哦。彤彤姐姐，今天怎么会有月饼可以吃呢？因为今天是8捏班中秋节啊，中秋节也可以念作中秋节哦。那中秋节除了月饼以外，是不是还可以吃柚子啊？没错哦，亮亮真的很聪明哎，而且啊，今年我妈妈寄了好多的柚子给我，哇，我们可以吃得饱饱喽！哇8捏班中秋节，中秋节8捏班中秋节，中秋节。今天是8捏班中秋节，我们去外面赏月吧。哇，8捏班中秋节的月亮总是特别的大，又特别的圆呢。柚诶，柚子，柚诶，柚子。点点，问你哦，中秋节有一种很应景的水果，外面的皮是绿色的，它是什么啊？柚诶，柚子。捏饼，捏法饼，月饼。捏饼，捏法饼，月饼。中秋节要吃什么好呢？捏饼，捏法饼。中秋节吃的饼叫做月饼。哇，点点好棒哦！捏饼，捏法饼，8捏班，中秋节，还有好吃的柚诶，小朋友都记住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下次再见哦！张罗了哟。